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花莲的万里溪绑山湖离境界线只剩26公分，上紧下晡5点水地满出，关政府伫凤林开设指挥所待命。美国受乌飞射半导体指数大落超过4%，台股今仔收盘落2953点，指数落破43000点，嘛创台股收盘落上济纪录。巴布亚纽几内亚共同宣布讲，要甲台湾的台湾代表处、当地台湾代表处关起来，但外交部表示抗议，副总统嘛表示会继续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来看花莲的万里溪绑山湖，阁剩26公分，水特别满咯。林保署嘛预告，上紧下晡5点水就满出来，目前是继续维持红色警戒。凤林万盈的保全户嘛已经疏散撤离213个人，万里溪桥、志英大桥到中兴桥管制通行，西宝大桥目前是全面封桥哦。台铁伫下晡3点，凤林到公园的火车嘛先停驶。为空中看落来，污水累积真济，真紧就得要到临界点。面对万里溪绑山湖，随时有可能会溢流，水尾的居民是真烦恼。因为他一直在那边嘛，他就会让我们一直很担心，说会不会危害到我们的生活这样子。林保署上新的监测，花莲万里溪绑山湖第17下早8点20，蓄水量来到总可用的99.4%，距离满水位干达剩26公分，上紧下晡5点就为坝顶溢流。如果这个坝被破坏，很快下去的话，大概45分到1个小时会到西宝大桥，就是最大的洪水量了哈。那再到那个万里溪大桥的话，大概是1个小时到1个小时15分。透过空翕镜头，为万里溪桥到中兴桥管制通行，西宝大桥全面封桥，代替卖看水情变化。伫下晡3点以后，凤林到公福之间预防性停驶。当前的绑山湖危机，各单位高度戒备。水尾的凤林万荣保全户累计疏散撤离213个人。海啸警报的时候，在我们万隆村这边是听不太清楚啊，因为距离比较远。那我就建议是说，我们万隆村这边可不可以设置一个这个警报器？几立遍的疏散撤离问题小连续浮出来，地方诉求增设警报器。桂联前表示，过来会讨论处理。面对绑山湖的无确定性，红色警戒嘛继续维持。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5点钟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根据林保署报告，绑山湖的渗漏量有咧增加，不过也未有充实供应坝体破坏影者。评估依然是以坝顶溢流破坏为主。一旦绑山湖溢流，会有3种情形发展。不过无论未来安怎发展，桂联城要求要增加监控，才会当调整买手的决策。记者综合报道。中南油脂有低盐成分的油，事件阁继续特别，今仔阁发现有一个配合嘛出问题。行政院长赵英泰今仔会时咧表示讲会来追究行政责任，嘛批评中南油脂是非常无负责任的企业，要求检调都爱查办。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质疑中央的动作上慢咯，甚至把责任拢撒予业者，讲要招民众行上街头自救。蒋万安嘛呼吁总统会时咧赵院长落台负责。那么，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日前检出苯苯比超标，引起全台食安的惊吓。行政院长赵英泰17头一摆会时咧，不过针对各有验出新的问题配合，伊提出3点声明，佮骂中联油脂是真无负责任的企业。我要求检调单位速查速办，严查严办，一定要给社会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被检列为被告，有没有觉得很委屈？谢谢。司法的事情我们交给司法解决。面对行政单位无通的有效查询，赵英泰嘛表示会追究行政责任，只是对各几万来的破欠，那也敢若是无要接受。有哪位话要爱伊落台，内阁重组，民进党是出来讲话，认为食安袂当靠嘴软相战，重点是要赶紧完备通报制度。鼎新食安风暴的时候，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江宜桦2次在国会90度鞠躬道歉。这是一个行政院长一个应该负责任的态度。
那今天我们觉得他有道歉，总算有道歉，但是满不满意？由全民去决定。在野党的朋友认为这个用语好像是不够强烈，那针对于又发现新的，很好啊。发现新的以后，这个态度来道歉，我是觉得非常好啊。但重点是要把这个漏洞给补上来，整个食安法如何去做一个修订，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台北市长蒋万安17时赴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伊质疑到议长简单提一个问题配合来回答的，不过为4月到6月已经有偌济批的问题都由洪食了巴肚。佮有1月到3月，敢讲到真正无问题，不满中央慢吞吞。蒋万安表示，人民必须采取自救的行动，呼吁民众徛起哩架仔头，重申总统赖清德应该要回实的，啊那对院长应该要落台负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资深媒体人石坂民夫轰拍台湾的外交部指出讲，这是中国跨境镇压的暴力事件。日本有参议员嘛爱日本政府来表达立场。日本的外务大臣就表示讲，日本政府无应该对其他国家的法律来做出解释，也毋过会密切来关心。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民夫进前伫台中防攻击，日本国会甲地方议员拢真关心。日本医生会参议员赵平10日质询的时指出，台湾外交部已经把这个案看作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了后头一桩跨境镇压的暴力事件，要求日本政府表明立场，防止事件伫日本发生。日本政府はどういう考えを持つのか。国民の安全。そして日本国内での正当な言論研究活動等が阻害されないようですね、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関連の動向も注視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赵平进一步警告，这款的事件也可能出现伫日本，伊也烦恼家己和来自中国的人攻击，政府爱提出具体防范措施。石坂民夫是表示，日本政界声援，让伊感觉真温暖。不只是平议员啊，很多的日本的国会议员，都打来电话，特别是昨天。日本的关西地区的自民党的地方议员都会谴责暴力，然后捍卫这个言论自由。日本自民党关西一带友好地方议员联名正式发表决议，强调绝对袂吞忍任何有政治目的的暴力、恐吓甲恐怖行为，也表示袂因为暴力的威胁减少甲台湾的交流。不过中国继续出后部恐吓台湾，有台湾人去中国失联，要人互留点遐互搬走。立委会公布上新的案例，今年6月有2位警员去福建旅游，随后中国的国安人员强制带走，隔离质问。然后讯问的重点就是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组织架构、清单等等相关资讯啊，然后还检视远景的手机是否与该机关保持联系。杨文杰强调，按照目前的法规，无法度限制所有的公务人员去中国，敢要核准是由任一个机关来决定。不过，牵连到关键基础设施、甲国家机密有关系的机关，所以来会家己定审核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洋洲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交部长张雄雄宣布讲，要关掉咱国伫当地办事处，佮再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咱的外交部是抗议讲，这个决定无成协商，嘛表示讲，咱的代表处会继续运作，嘛会继续沟通。副总统萧美琴早起嘛表示讲，会继续来争取咱台湾的国际空间。大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内外交部长10日发出声明，用巴布亚中心一中政策关闭中华台北经济办事处，也就是台湾为标题，说明这项行政调整是深化甲中国之间互信重要的一步。佮指出，今年是巴布亚甲中国建交的50周年。不过，外交部回应无要接受巴布亚的单方面宣布，代表处会继续运作，嘛会继续交涉。中国到处在打压我们生存以及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啊。对，不管是海外的侨胞，或者是持续的来扩大我们跟国际之间合作的机会。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这对咱国的外交确实是一种损害，会继续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回顾过去，咱国甲巴布亚捌伫1999年7月正式建交，不过因为巴布亚内部的政局变动，敢若维持14天。2006佫爆发巴布亚案，因为咱拍算要和巴布亚谈秘密建交，随后2名中人甲外交公款借去。咱国为1990年就伫巴布亚设办理处，不过2018伫中国压迫之下，捌互人要求改名，如今佫互人要求爱关起来。啊，那巴布亚是伫2003就已经关闭驻台代表处。包括
管处的一个服务我们海外侨民的这个功能，这都是政府应该要努力去做的哈。所以希望我们的外交部再加把劲。能够设住处是双方一定有一定的协定，要取消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那中国玩弄这种把中华民国台湾变不见的把戏，南非、巴纽都弄过哈。其实巴布亚是台湾非常重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双方经贸往来密切。各位巴布亚进口木材、矿产一直是呈现贸易逆差。台湾嘛，伫当地有农业技术团。它显示出了中共它会持续希望在南太平洋扩张的一个决心，甚至去影响未来澳洲或者是美国在利用南太平洋的基地进行对南海增援的时候，它可以去利用这一些国家去进行一些阻挠。不过最近中国大规模投资巴布亚，巴布亚阁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南太国家，显示中国继续扩大伫南太平洋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宣布讲，要伫美国来投资上千亿美金。早起就有基金会公布一份台美共济思维甲保护策略白皮书。伫深化台美合作时，因是呼吁讲，台湾嘛应该做好技术人才供应链等保护。电机电子工会是强调讲，企业去海外设厂主要是应付区域市场的需要，毋是要甲产能全部拢刷到外国。台积电宣布要对美国贴价投资1000亿的美金，总金额来到2650亿美金，牵动台厂嘛去美国的趋势。不止个全球供应链重新组合，台湾企业要安怎应对去美国的风险？为去美国制造转变做台美共同制造的关键角色。都基金会发布台美共济思维加保护策略白皮书，并不是只是我们到美国去生产，我想这个理念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以前很骄傲 ，Made in Taiwan 台湾制，但是未来可能变成 Made with Taiwan。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原创型的科技，也就是0到1这个部分，而台湾非常擅长从1到100部分，台湾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这台美之间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美国亚利桑那州驻台代表就分析，台美共济的关键是伫咧产业互相保留，创造更较悬的价值。也若台积电贴价投资，确实嘛，互供应链的一路促销，有希望嘛对咧投资。另外，为了降低中小企业海外设厂的阻碍，电工会嘛当咧筹备组一个海外天马园区，头一波锁定的就是美国、墨西哥2个国家，嘛背回台湾产业的空洞化，就是核心的暖气的烦恼。市场逐渐扩大，而不是说把台湾的市场拨到国外去，根一定是留台湾啦。好，到海外市场主要是供需的问题，主要是满足整个区域型的这种市场结构。那所以说，我想并不会说让台湾空洞化的问题。电工会嘛透露，天马海外园区墨西哥有4个所在已经被确定啊，美国可能会伫咧德州土地正咧全力规划当中，后一个阶段嘛会展开焦点加入去，甲台美共济阻碍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月14下晡的3点金门县金湖的新头沙坡地海巡署第9划巡队通报发现一只死猪仔，防疫所的人员随去采样消毒，嘛随甲伊烧掉，也毋过嘛验到有非洲猪这病毒。农业部佮在公告扩大暂停金门猪肉佮其他加工制品的出口。金门金湖镇的新头沙坡有封锁线，石头棚内底有一只已经烂去的猪仔尸体。冲锋雨伞的防疫人员紧采样本也消毒，最后才就地烧掉抬起来，检体送去本岛的兽医所。这拉较近非洲猪这病毒核酸验出阳性，防检署指出，这显示中国疫情也是咧传。他们的疫情事实上不是很透明啊，但是他这个海漂株都能够验到病毒核酸阳性的话，那代表他们的疫情应该是一直在持续当中啊。防检署研判，这只猪仔尸体可能受别位风台影响，对出海口抢来金门的海岸边。金门防疫所也按照标准程序，随去巡事发地点半径10公里以内的所有饲猪场，加在猪仔拢真健康。周遭10公里的25个养猪场进行一个生物安全访视。目前5000余头猪相关的健康状况均正常，让安全无虞。透早伫金门的传统市场肉店照常卖猪肉，业者也强调在地生产的无问题。本地的猪那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这边几乎都是
本地，这没关系，这不会很少会运到台湾去的。金门外的猪仔早就已经禁止送去本岛甲其他外岛。这个事件发生，农业部扩大公告，猪肉甲加工品代表金门的猪肉馆爱暂停输出1礼拜。饲料协会表示，加工制品的影响较大。有影响了，没办法，为了安全起见啊，只有配合政策啊。防检署指出，2018年开始对海上抢来的猪仔尸体验出非洲猪只，核酸阳性的有21例，去年敢若2例。那金门这个是今年的头一例，提醒亚洲地区疫情有关真严重，防疫袂当放任。呼吁各地饲猪场拢爱做好生物防治，旅客也毋通炸猪肉的产品入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安南区有一个一岁阿婴仔交予年母的照顾，也毋过才短2天就过身咯。家属是发现讲囡仔的身躯有真侪伤哦，怀疑讲是受到虐待。这个姓李的年母无年母的证照，社会局嘛已经先怀疑6万块。昨地检署佮怀疑叶遗体，嘛发现讲阿婴仔的头壳有真侪伤哦，死因爱佮鉴定。暗时10点外，规定人西区北仑的扫去这栋姓李的查某徛家，夜金纸等鸡卵，互附近的住户踹一个。因为传出这位年母敢若有苦毒囡仔，致使人过身。附近居民讲，这个姓李搬来这打2个多月，案发当天透早，捌听到厝内传出囡仔咧哭的声，无经过下晡救护车就到现场，针对民众包围搅扰的事件，警方嘛成立专案小组，甲3个人抓到案。我们有听到车子的声音，我们来出去看，他才讲一定有人来牵。有人来牵的对啦，他平常呢，他们的看起来就怪怪的，因为我看过这对夫妻好几次了。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件死者是一回红婴仔，家属是透过面册，10个月1.6块的费用，家囡仔交予这个姓李的照顾。15中昼，伊才拄回报囡仔咧孝道，无到1点钟，煞甲家属通知讲囡仔已经无心跳。家属指控囡仔咧急救的时不时去吐血，头壳无顾有乌青，怀疑敢是互人虐待。台南市社会局调查发现，这个姓李的根本无年无证照，嘛无办居家托育的登记。打互顾的时阵，伊敢问讲你几岁？讲24岁。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才满18，他赶快给小朋友带回去，不要让他听。他监护警察真的那么无能吗？人家的代志，我同行要好好保护小朋友。现场除了不幸离世的死亡幼童之外，另有4名幼童，包含李姓女子的2名亲生子女。其中1名幼童在家长接回之后，发现身上有不明伤势，已经送医检查及验伤，来厘清伤势的成因。目前社会局已经紧急安置这个囡仔，嘛讲会以离少宽罚，甲姓李的查某罚6万块，兼公布名声。未来若检方调查，确实有影苦毒囡仔，上悬通罚甲60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婚姻关的警察局扩大执法，抓到在香环嘛查扣10几千，处第73件的食东西车案件，查到20来个摇头，其中有17个人是送私分段的摇头，嘛抓到53个诈骗集团，查扣2亿6千多万。云林警方接到证据，来到中华部新社区的犯嫌大的所在，成功将毒品采购的2000多支烟大卡4箱，甲相关证物扣起来。各兄弟队员经过长时间的搜证，来到云林拿来查扣伊土鼻子相关制品总无当1300多公克。犯嫌为着要毒品买卖，搁合情自保。涉嫌贩卖依托品质的案件之中呢，我们有掌握到呢，他为了防止黑吃黑，所以呢，他拥枪自保。那我们在成功缉获这个李姓犯嫌之后呢，由他带头我们到他的住处搜索。那我们在那个天花板的缝隙里面呢，就找到了这把改造枪支。云林警方表示，因用年底选举这篇打击乌金枪毒诈专案，查到10名犯嫌，查扣10支非法枪，处理毒角案73件，各有各类药贩26人，其中17人都是送私烟弹的药贩。从整个源头如何的瓦解整个毒品的供应链如何阻断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针对毒品零犯弹零容忍以净化选前治安为使命。全力的扫黑肃枪缉毒打诈，透过检警紧密的合作，我们成功查获了黑金枪毒诈这些重大刑事案件。云林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6月，侦破诈欺集团53件，犯嫌297人，总共查扣不法所得2亿6千万块银。案内受理案件下降6成，财损下降8成，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防诈的警觉性。记者综合报道。
迄落出国的人侪天高率嘛会探息，高雄新增加2例天高率的境外移入的病例，这是新住民哦，这是外国学生。高雄嘛统计今年境外移入的天高率病例都有11例，本土病例嘛有7例。医生哦嘛呼吁民众爱摒扫环境，嘛爱避免互网虫咬到。热人高啊，高雄市各地区也开始伫水沟啊、泉药啊消毒，避免炭病棒生炭。高雄市卫生局发布通知，确诊2位天高热的患者，个案拢住伫大寮，分别是27岁越南籍的新住民，佮有21岁柬埔寨外籍学生。高雄的天高热确诊病例，到今年为止，境外有11例，其中3例是外籍学生。本土病例有7例，加强18例。卫生局伫大寮第27礼拜炭病棒的检测，发现平均的阳性率已经有10%，加上定定落雨，社区的传播风险已经增加。起红疹就是一个问题。如果第2次被蚊子咬到而得登革热，它会出血性登革热，那个会死掉。天高热患者定定发烧、关节痛、目孔痛，抑个想要吐等等的症头，卫生局呼吁民众出国返来台湾，若有这款症头，拢要赶紧到附近的合药诊所抽血来快筛，较袂危害别人，也保护家己莫互网虫顶到第2届，较免有致命危险。民众也要积极配合居家环境的清理，就是有积水，然后有就是家里环境啊很脏乱这样子。民众爱去顺厝内容器，甲积水倒掉，并且甲可能积水的容器彻底清掉。上好也要检查敢有网虫的卵，甲伊滤掉。另外，也通利用高雄天高热民众即时通网站掌握上新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统计哦，饭店甲餐饮业平均得爱3.2个月才找到员工，有的甚至爱7个月哦才会找到人。今仔早起热人旅店起过咯，某饭店的业者哦，就伫现场来找员工。甲曾经休休的破病病看起来真熟手，伫旅客退房了后，爱紧整理房间，甚至搁爱上补装塔房间。房务员的效率甲技术是真关键。给客人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是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勤练下来的。比较挑战的就是客人会把客房弄得非常脏，这个就是房务员最辛苦的地方。对基层做高主管林小姐讲，这份头路的好处是稳定上下班，而且常常因为旅客回应，感觉真甘心。不过饭店业有员面对欠工的问题，饭店业者甚至伫旅店现场也用定期调薪水来请新人稳头路。我们的年度调薪有1年2次，再加上一些相关的重要一些福利，我想其实这是已经在不断的调升，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同学年轻人加入我们。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劳动市场需求统计，饭店餐饮业到2016年3月，工课会各有26000人。我们调查结果，平均对外招募的时间一般是3.2个月。目前政府有开放外籍学生以及外籍技术人才双方政策，受限于这个申请人数限制以及申请时程的这2者，那蛮多旅宿业者仍然保持观望态度。工会也估计，目前全台饭店业人力欠缺至少15%，申请外籍技术人才听说要大约半年，也有限制比例，会影响到申请的成效。另外，业者也坦白讲，台湾的观光科技人才，佫会互边仔国家城起，需要改善整体旅馆饭店业的就业条件，互更较侪本国的毕业生愿意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凤山15尾阿嬷有一台奥多拜哦，后壁是拖一堆铁啊，佮载一支长落落的铁条哦。边仔奥多拜拢有偌远，就闪偌远。警方嘛表示讲，这项动作已经违反了道交法，相关哦会罚600块，嘛非常的危险。15尾暗下班时间，高雄凤山高架一路的车长坐，奥多拜一台接一台过，煞向一台奥多拜4颗连灯拢无车，大家看到伊拢闪真远，因为伊的奥多拜毋但后壁拖一大堆的铁啊，头前的脚踏板佫换一支超过1公尺长的铁条，有民众无注意到要徛过，差一点就互铁条卡到，实在真危险。像这种，我们都是摩托车，一定会在他们后面，都不会骑在他们的左右两边，不可能，因为他如果不稳的话，就是会对我们很危险。很危险啊！可是人家要卖钱啊。哎呀，他弹簧床的那个铁丝对。
民众讲，因为五甲路甲南京路口遮有一间古物商，亲像这款用奥多摆拖歹铁啊回收物来卖，画面定拄快着。咱实际伫路口看，短短半点钟的时间，就有5、6台，有铁马嘛有奥多摆，甚至佫有4辆的电动车，逐台车拢载甲大包细包，有的塔比几人悬，就连车牌嘛砸甲拢无快。警方讲，这款行为会影响行车安全，会按照道交法开单处罚。机车负载人物或物品未依规定之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警方提醒，机车载运物品应妥善固定，避免拖曳、散落或影响行车安全。古物商头家讲，迄堆铁啊拢总20外公斤，会当卖100外块。警方表示，已经按照车牌号码通知车主到案，会照规定开罚单，上悬会当罚600块。毋望行为人会当谨慎，毋通阁安尼做。记者柯家区朝向高雄场报道。来看苗栗市有一个失智症80外岁老大人，15早起出门哦，也毋过厝里的人找无人，赶紧去报案。警方是靠路口的监视器甲空翕机来找人，从挖到伫西湖乡的溪边找到人咯。空翕机伫咧空中超吹，发现一个穿白色的阿伯倒坐伫咧西湖溪河床。超吹人员初步检查，好佳在即个阿伯无受伤。警方就表示，15暗时一个80岁妇人人去派出所报案，讲有失智症的翁婿透早出门就无看影，烦恼发生意外。警方随调电杆来找人。刘姓老翁15日早上外出，不慎搭错公车迷途，家人深夜向北分局北苗所报案。经远警调阅监录影像确认，老翁搭乘公车前往西湖乡一带。警方确认，这个阿伯是先坐唔到公车，煞尾搁坐社区的 bus， 最后是出现伫咧西湖乡，就甲在地消防分队斗找人，嘛用无人机来斗找。终其尾，伫咧16透早11点外，伫咧西湖溪河床发现阿伯，啊毋过阿伯已经无法度行。于西湖溪河道内顺利寻获失踪老人。伤患生命真相稳定，仅泡水过久无法行走。经一旁工作怪手司机协助，将患者搬运至岸边后送医。消防队表示，这个阿伯无力嘛有脱水，啊毋过性命迹象是真稳定，送病院了后已经无代志。警方就提醒，咱会当甲有紧急联络人的牌仔。天伫咧时大定定穿的衫，颔棍领顶头，也是搭伫咧伊定定派的卡棒顶头，嘛会当挂防止惊碰见的手环，定位装置，才会当伫咧关键时刻，甲惊碰见的时大斗相共，找到转去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提出交通罚金专款专用的公道案，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定线早起就指出讲，最近10档交通违规的罚单是增加要6成，一档的交通罚金超过200亿。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毋若无减少哦，因是建议立法院毋免阁等公道咯，直接来修法，先把交通的罚金用来改善道路的安全。路口科技执法愈来愈普遍，罚单嘛愈开愈多。台湾前进定线指出，最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约6成，当年交通罚款收入超过200亿。不过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无明显降低。民众党拍算结合年底的选举，提出交通罚款专款专用的公道案，主张罚款全部用伫改善道路安全，甲补贴大众的运输。不过，由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定线认为，唔免等到公道立委即马就会当修法。我们地方政府的财源其实已经足够，不需要再靠着每年200亿的交通罚单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源挹注。那以目前的统计，其实在交通罚单的部分只有9%，就是不到1成真正的用在改善我们的交通设施跟交通安全上面。台湾前进定线表示，当年干那9派交通罚款用伫改善交通安全，而且在违法修正了后，地方政府本地的财源已经增加，交通罚款免阁吃做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主张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重新检讨交通罚款提拨比例甲用途。交通罚款应该优先投入到道路的安全改善，也包括人行的道路建设、路口的改善、行人安全的设施、交通工程，还有交通安全教育。要求政府公开去识别化的逐笔罚单资料，也公开罚款最后花在哪里，让社会可以检视这些钱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更安全的道路。台湾前进定线认为，除了修法，交通罚款的流向嘛要公开透明，包括收入甲支出、科技执法效果等等，拢应该公开，互民众监督经费敢有用伫改善交通。记者郭志勇、林明福凯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台湾时间今仔早起9点美国总统川普公开一份文件，指控中国成立专职单位，偷摕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打算要来介入美国的选举。也毋过最近美国跟伊朗又开始震怒，外界是质疑讲，川普敢是想要转移焦点。 Tonight, I'm announcing the immediate declassification and release of critical intelligence, revealing shocking vulnerabilities in our election infrastructure. 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台湾时间17透早，伫咧北京发表黄金时段重大演说。这回伊大动作，甲上新解密的情报档案弹出来，讲中国伫咧插手美国嘅选举。America is back and doing really well, but we still have a major challenge that must be urgently addressed because no country can be great without fair and honest elections. Trump 伫咧演说内底批评中国自2020年开始指派专门的资料勘查单位，用非法的手段摕到关于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的个人资料，而且甲选举情报泄露出去，是历史当中上大规模的，想要打击伊的政权。In a rare move, NBC and ABC Fake News have both said that they would not cover this speech. They knew what it was about. 美国主流电视网这回嘛传好准备咧等，其中 NBC 甲 ABC 甚至拒绝伫咧电视甲这场演讲直播出去。也那民主党是批评讲，Trump 大动作指控外国来介入选举，是为着年底期中选举伫咧铺路。 不止个 ，Trump 即摆出面完全无讲到全面升级的美伊战火。美军对伊朗连续6天发动空袭，而且封锁核武珠海峡。伊朗嘛用无人机甲飞弹反击。华盛顿邮报10日下民调就显示 ，Trump 对伊朗战争的处理无满意度有69%。 针对Trump政府甲伊朗谈判的新协议草案，有37%民众认为，凭2015年奥巴马的协议搁较歹，战火是烧袂煞。布兰特原油计销逐桶就冲破85美金。真侪分析就指出 ，Trump 是咧挑一个甲美国甲中国起毛空，要闪中东战事的公论。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 再来看2018年，意大利的热那亚断桥意外造成43人不幸过往。热那亚地方法院最近一审宣判，负责桥的营运公司前任的执行长是被判12档，维修部门的主管被判11档的有期徒刑。公司的高层甲涉案的政府官员嘛拢有罪。 Castellucci Giovanni ha la pena di anni 12 di reclusione, Donferri Mitelli Michela la pena di anni 11 di reclusione. 热那亚地方法院伫判决书中指出，2018 8月发生莫兰迪大桥断桥的事件 ，ASPI 执行长卡斯迪罗基，佮负责桥梁维修的主管米德利，重用力无重安全，延伸桥墩的维修，才会致使断桥的事件发生，犯刑法的过失杀人等罪。本案经过4档的审情调查，佮预备听证，为2021年7月才开始正式的审理。所摆总共57个被告当中，有25个人因为牵涉伪造文书等轻罪，超过追诉时效得到免罪，通无罪释放。其他32个被告伫16个一审判决中被判有罪。虽望甲事情预期，佮检察官的求刑有差距，佮家属认为司法证据总算是来啊。Per esempio Castellucci è passato dai 18 anni e 6 mesi ai 12 anni. C'è una soddisfazione, io ho parlato prima con i colleghi, all'80%. Non ci sono state soluzioni piene, sono stati tutti condannati. 对一审的结果，辩方律师强调会依法上诉。若受害者家属团体是呛声，会食庆饭等因。Periti hanno accertato e acclarato che il ponte è crollato per un vizio costruttivo, che questo vizio costruttivo non sia mai emerso in 50 anni di vita del ponte. 意大利甲台湾虽望拢属于3级3审制，一审不服会当上诉到高等法院，甚至是最高法院。不过嘛，伫历史因素之下，出现审理期间追诉时效无停止计算的奇怪现象。近年来虽望有修改法令，限制高院2审必须爱伫2档来完成，最高院3审上济1档。不过也是出现本案有25个被告，伫审理期间超过追诉时效来无罪释放。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有学生啊投诉讲，国立中正大学讲因宿舍抽好了后，学校才通知讲宿舍的费用要起到12000块，是起要5000块。学生佫讲，伫休拉进前要搬出宿舍的时，佫因为无摒扫眠床卡的本色，封口1600块的保证金。也毋过学校是表示讲，宿舍的费用拢有甲学生的代表开会来讨论，才决定要起价，过程是无问题。休落的时间，住伫学校的大学生拢爱办理手续离开学校的宿舍。中正大学有学生煞接到通知，讲宿舍眠床下底有粪扫无并，爱扣1600块的保证金。学生讲眠床拢扫咧，要安怎并？扣钱无合理。学校是表示有便宜算请人来并，袂来扣因的保证金。在我们入住以及我们退宿的时候，学校都没有特别检查床板，或者是有写到说床板底下要做清理。除了保证金的争议，学生嘛指控学校，伫学生完成抽宿舍了后，才宣布要起宿舍的费用，为原本的7000外起到12000块，计数已经甲住学校外口无较俗，但是已经互抽到的人，未赴过去外口睡厝。许多学生之所以会愿意住学校宿舍，是因为学校宿舍很便宜。我们广纳的接纳了各个学生的一个意见，我们最后决议在115学年度的时候调整20%的一个住宿费。学校解说，宿舍费用的起价是因为这几年水电人事逐项成本增加，所以新学期才会来做调整。不过学生煞表示，4人房一个人起到12000，增加要5000块。学校讲才起20%，实在唔知影数字安怎算的。希望学校会当向住宿舍的学生来讲互清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消毒对俘虏一切形式的技术公约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都有专家建议台湾会当运用科技的优势来防治所谓的性暴力。也毋过有俘虏团体是指出讲，性影像的买卖，因为消费者拢无受到约束，这部分应该爱受罚。为着全面检讨台湾的政策制度，组织架构甲法律顶全面甲无落实性别平等。自13开始，连续5天有召开消毒对俘虏一切形式歧视公约4度的国际审查会议。国际专家办公公布结论性意见，有专家指出，面对性别暴力，台湾政府干那宣导是无够的，应当分析有啥物结构性因素导致家庭暴力、性暴力事件增加。嘛有专家指出，有关人工形式在现有法律制度对独身女性甲非异性恋伴侣有严重排除甲歧视的机制，应当爱改善。Got to see what about Taiw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traditions that are structurally embedded, that really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ing domestic violence, the increasing sexual assaults on women and girls. It's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hat the government take steps to permit single women and lesbians to access in vitro fertilization under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ct. 国际审查委员会嘛指出，台湾应当运用科技的优势推动所谓性暴力的防治。不过有妇女团体指出，在性影像买卖的部分对消费者欠缺法律约束，唔免承担刑事责任。地处成人、妇女含囡仔性影像，伫咧市场真恶对源头切断到诱人，认为应当爱守法入罪。所谓性暴力防治法里面包含成人的性影像，它并没有纳入那个他性影像被卖的时候，那个购买的人并没有把它入罪化，那导致这个整个成人性影像不断的被贩卖、被购买这样子哈。针对妇女运动事甲慰安妇议题，民团嘛呼吁政府应当爱成立国家级性别人权馆，也是妇女人权馆，通愈深化社会对反战甲性别人权教育。记者卢尚如、曾俊尧特别报道。南投县议员沈淑珍伫总统热情的鼓励，将宣布要参选南投市长。另外，民进党嘛派张婉婷来参选草屯镇长，两个人今年拢还未到40岁，是强调新世代的政治。现任的国民党南投市长张达德甲草屯镇长甘肃胜嘛要来拼连任。正式公开宣布接受民进党的征召，转战2026南投市市长的选举。38岁民进党南投县议员沈淑珍正式宣布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南投市长。年底地方选战开始加温，10日下晡民进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温世正，搁立委罗美玲在南投开记者会，宣布民进党一家长的布局。现任的南投市长张家택嘛咧拍拼走行程，强调年来推动真侪友善少年父母的政策，要来争取连任。
而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需要长期的规划。我以现任的市长，最重要不是回应选举，而是把市政顾好。另外是国民党内同款要拼连任的，还佫有现任的草屯镇长简树成，伊因为是补选城做镇长，才做一党外，伊毋茫用政绩来争取选民的认同。未来嘛打算打拼，互草屯升格做草屯市，去引较侪人搬来草屯住。啊，那民进党草屯即摆是派出少年的选将张婉婷，伊是卫福部处长林敬怡的秘书，今年嘛才37岁。我要将草屯升做市，互咱草屯镇民变草屯市民，这我想要做的吼，互咱草屯更发展更进步。那我们都是从南投培养出去的，想要返乡的青年吼。所以这一次我们一样跟素贞一样历练了10年吼。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一南投拍少年牌，强调战斗力还佫行动力。国民党这边是希望延续执政的优势，强调建设还佫执政的成绩，一步一脚印，要来争取连任。记者安守南投报道。来看新竹县的环山乡乡公所，去年11月发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哦，最近哦，搁要再发5000块。伫今年5月初是进前，户口设伫环山的民众哦，拢通领，大约是有12000个人，计共会开6000万哦。这嘛是环山乡这6冬来第4届发现金咯，4届加加一个乡民哦，嘛已经领到13000块咯。手头摕红包内底有5000块，淮山民众拢笑嗨嗨，因为新的关淮山乡又个发钱咯。开心啊，因为那么多钱呢、我们乡长对我们真的很好，所以这个好好珍惜，要把它收藏起来，不能乱花。当然很好啊，这个钱谁不爱啊，对不对？因中东战争以及民生用品起价，新的关淮山乡发放民生补助金5000块，这今年5月初4，户口设伫淮山的民众拢有资格通领，全乡大约12000人，人人拢有，总经费大约6000万。有民众帮厝内人做伙领，一个领就是3万块。唐山乡了，这个65岁的老年人口啊。大概已经占25%了哈，是全县第2高的，所以呢，我们几乎都比较没有生产力。我是用这个前几年的税季盈余的钱来发放啊。那事实上，我们发放也不是把税季盈余整个都拿出来。我们可能只有拿出2成的税季盈余。这已经是淮山乡这6年来第4摆发钱给民众，4摆算落来，一个乡民已经领到13000块。不过这摆乡公所发钱进程是真秘手，主要是因为避免风声漏泄，会出现大量迁户口来这情形，影响公平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屏东的小琉球岛哦，本社危机总算有进度咯。琉球乡公所经过15届流标哦，准备15栋的回收物，伫屏东县政府介入协调，嘛已经发包咯。从头一届来清运，嘛清掉30栋的资源回收。5台夹仔车对货船驶上花，一台一台准备要去粪扫场清运资源回收，嘛代表小琉球扛过6个月粪扫，总算是会当开始清并。小琉球清运作业，初7屏东县府介入之下完成标案发包，16早起清运业者出动5台夹仔车，头天顺利甲大约30栋的资源回收再回来，确保说这个得标厂商在整个清运的一个过程，不会再有受到外力的干扰，而让它影响它的一个回应作业。这琉球乡长有来关心吗？对，主秘兼清洁队长，最早就有先到，然后后来那个他们乡长也接着到。为着确保规个运送过程顺利，环保局长带领12位环保局人员、8名警察和政府单位，伫盐埔仔渔港、大福渔港、甲琉球粪扫场专程监督。警方嘛协助护送夹仔车，不过因为货船船班有限，目前业者是规划1礼拜清运2届，希望会当拼3个月的时间，甲粪扫再刷，幸福居民和游客一个清气的环境。很谢谢县府这边的协助啦，就是可以尽快帮我们把这个垃圾处理掉啊，就是比较大动作的去做这些动作，然后让厂商有信心可以进来标这样子啊。屏东县政府强调，这摆介入除了协助清运，目前蹲伫岛上的资源回收、粪扫清运，自头到尾算是地方责任。希望琉球乡公所会当好好建立正确的废弃物清运制度，避免同款的情形重复发生。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台东县东河乡公所停桥溪附近有民众就发现讲溪里拢是土石啊，民意代表甲环保局嘛去现场会勘，环保局嘛表示讲会要求公所着爱监督伫附近施工的厂商，着爱负责甲这土石啊拢清掉。东河乡丁桥溪在地居民带关机关行落去看施工路路下骹的河床，10公尺宽的水道已经互土石顶甲满实，山墘边的土石嘛顶甲要2层楼悬，而且这土石看起来是互机械讲碎了后平弹掉的土石，疑似是施工的时阵摔落来的。民众就烦恼讲，即马是风太季节，水若是去互塌掉咧，会影响到水尾、农产甲居民的安全。土沙跟一些水泥块都混在一起。这蛮明显，就是工程施工的时候所推落下来的。在地居民甲乡公所反映几礼拜拢无解决，民众只好报警，再搁请关机关甲环保局来看。啊，毋过乡公所认为，在地土质本正就是会自然吹起，这土质拢是自然落落来的，毋是施工摔落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的相片是说资料是说底下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今天5月5号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下去了。因为5月4号还5月3号有下大雨。这项农路施工的时间是为去年11月到今年9月，在地居民3月时阵，就用空翕的翕到同一个所在，迄时并无真济土石落落来。最近几个月嘛无落雨，自然落落来数量嘛无可能遐济。关机关认为相关的单位应该来查清楚。我认为啦就是说前面发生原因当然要去追究，但是后面处理更重要。台东县环保局会勘了后，就表示会要求乡公所监督施工的单位，伫咧农路工程完成进前，会甲溪床的土石做伙清掉，甲溪流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病人目睭红佮疼去互医师检查，医生发现讲伊的角膜内底生甲真侪亲像条仔籽的物件，是角膜发炎，这是一款葡萄膜炎，嘛造成目睭会看袂啥清楚。医生表示讲，因为天气真烧热佮翕雾，所以嘛提醒民众若有类似的症状，就爱赶紧去看医生。患者的目睭内掉真侪铺设感冒沉积物，袂顺的发条啊。极端气候和热天搁较污热，袂少民众为着要防晒，规工戴帽啊、挂喙暗、搁穿长啊，刮歹头和湿疹、汗疹搁较熬出。流汗那里就是因为会流汗嘛，所以说就会闷在里面，然后就会长痘痘。不要把那个脸闷住就好，就像我剪那个就是发型剪清爽一点就可以了。民众早电风降温，不过迄热唔拿皮肤会出问题。屏东一位民众前日因为正病的目睭红、目眶胀疼、佮畏光来看医生，检查了发现是葡萄膜炎，有真侪白血球聚集伫房水，后来佮出现像条安尼的感冒沉积物，视力降到0.2，以关节量的类固醇治疗3礼拜才恢复。极端气候造成我们人体控制我们血管。包括眼睛的血管它的能力变差了。工地的这些人没有一些冷气的，他们发生的几率比一般人更高。血管扩大来，把很多里面的一些东西都露出来了。医师表示，葡萄膜炎的病因过去拢互认为是自体免疫疾病、病原体感染，也是疲劳、失眠等等。不过，其实极端气候嘛是诱发的原因。尤其高发伫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若严重可能会害视网膜脱离，也是失明。提醒民众，若是发现目睭有血丝、会疼、佮畏光，甚至视力变差，一定爱随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真热，日头真大，气象署是表示讲，到后礼拜四拢是高温烧热的天气，各地拢有32度到35度，部分所在甚至会到36度以上。最近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落雨的几率嘛较悬，其他的所在是过道拢正到落西北雨。最近的天气是真烧热，无落雨的时阵如果真热。气象署讲，这款的好天会一直持续到后礼拜四，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湘北地区、苗栗以南、到花莲、台东，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且这几天中岛的紫外线较强，可能会超标，民众透中岛出门都要注意。在温度方面，可能最近几天还是比较偏高的。以今天来说，其实各地的一个高温大致上还是有可以来到32度以上。橙灯的一个区域就是已经包含今天有连续3天来到36度以上。那大致上来说，就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比较内陆的地方，
跟花东纵谷这一带，还有台东，今天可能会有粉风发生的几率哦。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进前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除了正方面的南部落雨的几率会较悬以外，其他所在日时大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到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甲山区就可能会落雷公雨。在今明2天呢，就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迎风面南部地区比较容易有降雨的一个情况。那有时候会有雷雨发生哦，那也要留意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而其他地区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跟像是花东的一个山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发展。那其中在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气象署提醒，这几天日头真美，下昼较高落西北风，出门爱记得早雨伞。早日也早雨。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寡热带扰动，敢会结束风台。气象署讲会继续观察。记者郭玉琪、谢桂玲台北报道。1968年的电影《琉球之恋》是迄当时正罕见彩色的台语电影，也毋过目前只找到华语版台语版煞找无。最近公司台语台定做台语的配音版，7月开始台语台会伫北中南开台语影展，免费来放送16出的台语电影。咱离开这，返去台湾，创造美满的生活。小以下的2个人因为顶一代的冤仇袂当斗阵，想要相带走。这是1968年林福地导演拍的台语片《琉球之恋》，男主角为陪老爸安排爱着冤仇人的查某囝。导演讲，这出电影当年是用台语翕的，不过受到国语政策影响，要去外国放送一定爱华语版。尾仔台语版嘛放弃，即马敢若找到华语版。市中心去美国去个摕了转来。迄阵啊是原来嘛是已经录国语的啦，已经录做国语，因为上美国一定都要录做国语。啊，毋若设计出，就讲迄阵咱导演福地啊导演伊的手法，啊，我拄仔讲，咱即个电影师林占庭即电影师，伊即个拍控制迄个光线安怎掠吼，迄种足水。为了要恢复电影原本的模样，国家影视厅中心甲台语台合作，甲琉球之恋重新配台语音，咧16办首映会。公影中心认为用台语重新修复，嘛是保存台语电影的历史。安那负责翻译的台语顾问表示，上下斗的是要知影原本的台语台词是咧讲啥，该观察演员的嘴型来思考安怎重新配音。我是要尊重华语歌，还是看台语歌？毋过咱无台语歌啊，我就是爱生出台语歌，所以这个时阵是上大的困难。啊，毋过我就是看伊的意思，一定甲咱顶打去啊。我就是去看影片内底演员的喙型。台语台7周年办台语台接力影展，由琉球之恋拍头阵，接续落去，个台剧梅花鹿乱乱风电16出台语作品，自7月开始，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拢总40场免费放送，希望互观众重新认捌台语电影的发展甲传承。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